开始啊，我觉得你还 hold 得住。你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有男生你要一直追他，越跑越快，我想说去哪里？大牛哥也是看我长大的。我哪一个节目我有？因为我是美猴王。我是美猴哦，那时候很久，好像做一季就没了。哦，应该不是我去的问题，多多少少吧。来丢人耶，丢人耶了！三五六啊，冲啊，心路开哟，莫冲开心爽，闹热大擂台，闹热強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蒙古。來，今日大家好。哎呀，也來到呢流行歌曲組嘅。 波比正八歲，啊，有一個靚鼻，波比正八歲冇聽到啊？而咪見唔見毛邊免責嘛？見唔見毛邊免責？誒，上週末上禮拜過關咧，過關10關裡面咧，係啊，所以下禮拜要重新開始啦。冇唔錯。係啊，哦，蔓延開有機會咧，烽煙看過去。哇，沙要熱機會啦！啊，有一批新的參賽朋友啦，新的參賽朋友歡迎。啊，所以你們4個。 之前的參賽者覺得你們哪一個自己覺得有信心？抽到單紅戲嘅？哎呦，哎呀，狗永生泰國嗎？哦，永生泰國今天有備而來哦。大家都很客氣。他上禮拜算是比較是邊緣一點。哦，邊緣一點，對，差一點被幹掉。好了哈，好來接受評審欣賞來。歡迎七招比欣賞，七四比欣賞，陳比欣賞。 總比欣賞，好來，有請 TV 來自法蓮斯馮文音帶來，哎呦，什麼安獎？哎呀，來啊，後堂嘅歌曲來。回公房，西梅安江，西梅安江，中國嘅牡丹房，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色彩也第印象。公花就嘅一對雜，西梅安江愛馬上，愛食嘅是本就後生。 愛愛唔會差，西梅安江，西梅安江，就像嘅一地方，黑黑嘅牙齒，紅紅嘅嘴唇，我主要會講吧，西梅安江，西梅。 中國嘅牡丹房，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色彩也第印象。風花就嘅一類雜，西梅安江愛馬上，愛食嘅是本就後生，愛愛唔會差。 洪泰國你好，洪泰國你好，你好，唔係客家人嗬，唔係客家人哦，唔係客家人，就聽他的口音就是冇馬腔客家人，係啊，其他中國嘅有一些唐人老師都冇按章啦，沒有按章嘛，係啊，沒有按章，好多年嘛哈，你好多年嗎？好多年，哦，可以，係啊，因為係啊，唔過如果一腔唐嘅事係嘛？ 一點點，唐嘅是客家吧？聽得懂一點點。你客家仲成分嗎？冇誒，法蓮，在法蓮斯，
法典师，对，你可能有谈过是非欣赏冲狗诶，入手就对他打狗有兴趣，对，然后就从简单的歌入手，就是 Sam 案讲，花莲的祖师爷哈，对，客家祖师爷，对，客家祖师爷。哦，连花莲的都朋友，所以你说主编可能都很多客家朋友啊，是不是？花莲很多，没有，我们。最近才1-2年才开始学客家语，对。哦，最近1-2年，那你为什么想要学客家语言？哎，它有很美妙的一些旋律，或者是很有它的客家精神啊。是。对，我们要把它，我们就是包容啊，有需要把它唱出来啊。兼容并蓄。你不是客家人呐，哎，没有关系啊。怎么会有客家精神呢？我们要有客家的朋友啊。对啊，效法这些精神啊，好的精神要拿来用啊。对。哦，多学一个语言也是很棒了哦。对。所以你一开始接触不是客家歌曲啊？不是，我从小喜欢的是，我一开始接触是东洋歌曲、音乐。日本歌吗？对，然后还学吉他哦。哎呦，弹唱这样子。弹唱，然后就后来再学我们的火肉歌，在国语歌。然后我后来也有学习一些京戏。京戏，戏曲可以教我们一下吗？可以。我们大概就我刚开始初学的，就我学铡美案。就铡美案就是包公，铡美乐我知道，铡美案就是铡陈世美，铡陈世美哦，铡美案那个铡美案，驸马是负心汉的那一。你这讲话很年轻哎，都只选字头。铡美案，对，铡美案，对啊，铡陈世美。那怎么铡呢？怎么铡？可以唱一下吗？可以。好，我唱就是包公坐堂的一个导板，好，然后再来一个流水，再来一个快板，好，那就是这个。精选的一个3段，那我要先来人呐！升堂，开封有个包青天，不是啊，不是这么唱，不是这个，那是电视剧。包龙头大坐再看。驸马不必巧言而讲，前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想连庄。驸马爷近前看端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居君王庙王张奎文男儿赵同闯杀气，灭子良心丧彼此寒气，在庙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要定了牙关你为哪桩？谢谢，好啊！哎呦，对，洪大哥厉害啊！嗨，赞呐，对不对？好棒哦，这个哎，懂厉害呢，这高手在民间，哎，真的呢，唐启聪给谁妹啊？还没有想到，对，完全不同，完全不同的形态的表演艺术。你如果 Sam 案讲用你这个京剧的唱法，你会怎么唱？谢妹啊，讲这个用京剧的唱法，这个有点要回去研究，下一回就可以再来。这太 man 了吧！好，谢谢洪大哥，谢谢，很精彩，谢，真的国粹的表演。对，唱完了要奖评啊。对，来唱，欣赏公平啊！哇，冯太狗，洪大哥这个表演的太好了，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老师，谢谢，小弟不才。哎，不敢，懂厉害呢。嘿呀，不简单。嘿讲，你客家天视台有嘛个才艺竞赛节目，今天要来。应该可以这样，对，高手在民间的，真的。或是下一次我们有什么特别企划，什么都可以邀请他。走的，T100 K 都掉在舞台，站在这个舞台就可以展现他的台风，他的自然。对，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他站在这里，即使他紧张，我们也看不出来，就是享受舞台。我觉得是每个人学习呗，每个人要学习的。这个是我觉得他在唱歌当中给大家，难怪
他学京剧啊，唱了各种语言，正经，然后他才可以把这首歌唱出一些小小细节，譬如讲，你听一遍那 Samuel 暗讲，他有加一点演歌的味道，Samuel 那个转音是他自然的，是好听，开后堂哎，对对对，然后比较可惜，寇呢他大嗓的那个寇也还是会紧张嘛。所以他的气其实很足，利用边的 Samuel 暗讲，他其实换气的点都换的不对，可以感觉出来那个紧张。但是呢，他每一段的，譬如讲风发，有个入来砸 Samuel 暗讲，马上爱上的10分 U 还有上，他没有那种演歌味，他就是真的说话像唱歌，唱歌像说话，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地方。然后他再把所有的亮点摆在爱爱唔会差，然后拉得很长，拉得很长，这有危险度。He 某就气要是不足你就走音，可是你没有，因为你气很足，它就变成这首歌的亮点。T 摆了有按呢表现啊，之后等后当然喊呢什么以后嘎发，谢谢你学客家话，但是咬字还是要注意一下，譬如说深沟跟没有办法肾，还有色彩的影响。洪大哥你还是表现得很好，希望你有好成绩。谢谢老师，谢谢。对，那就要看你的分数了。好，谢谢，好，来，看一下冯文阳的分数。谢谢老师，还不错，有92分哦，双狗哦，双狗，哎呀 ，OK， 好，谢谢，好，多谢，好，好来杀下来狗用声带来聊天传，好嘞，谈过了。水涨风，心内失落用，也甲天公讲，吹芳头，吹落落庸庸，西爱行如风，该着风衣上白梦，起火添半日木通，又是夜树噜噜喷喷响，西阿妹面忙中风。笑面风茶香，天地徛落去，杀气万里山高望。锣鼓敲落去，月上来日夜快乐。天传就爱冲山歌，天传了个拼心动。水涨风，心无失落用，也甲天空讲，吹芳头，吹落落庸庸，西爱行如风，该着风衣上白梦，起火添半日木头，又是夜小噜噜喷喷响，西阿妹面慢中风，上古多加了。笑面风茶香，强的徛落去，杀气万里山高望。锣鼓敲落去，月上来日夜快乐。天传就爱冲山歌，天传了个拼心动。真的你这对自己是一个挑战呢哈。对啊，罗文玉的歌呢？系咪？罗文玉的歌。这都来讲，应该按下年纪的人，可能就唱较传统的东西。现在算较新的一套的歌嘅。比较新一点的歌。对，第一次学的，应该是就是表演的第一首歌。就比较现代的一些新的歌曲。对，你最近学的。你应该不会表演哦？受到邀请去外面表演吗？也不算，算是跟县政府他们有在那个会请你去表演这样。有费用吗？有啦，有一些车马费用，车马费这样。对，那还不错啊，还不错。对啊，好。而且那个诠释起来有他自己的味道。黑吗？对。所以你就是不想跟大家一样要唱传统的东西，你想学点新的东西。其实我
很多路线在走，都是自己慢慢去学。哦，哎。喜欢各式各样的尝试，对，像国台语我都也是慢慢学，可是这个台语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是外省人，那学台语都是那个咬字客语反而对你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嘛？不，没有，都很难，其实都很难。我看你好像每一次都会去什么歌唱班，还会学日语歌，你不所以你是跟那刚刚那个洪大哥，对，他是同学吗？以前是同学，他现在他是我们的理事长。所以他现在是你们这个理事长阿妹有后冲，也有学唱日本歌，N港那一些，有胸片呢，这是表演的。这个是在那个花莲松原别馆在邀请我们去的。松原别馆，这个衣服也是我自己制作的，所以自己设计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唱日本歌吗？对。所以才要打扮成有点日本这个武术的那种。对，在表演的时候，自己。那你表演都会自己设计自己的造型，设计自己的造型、自己的衣服。表演大部分都唱什么样的日本歌？我慢的歌的都唱，慢的、快的都唱。快的，我上次应该比较多唱的是就是那个老师教的那个都看我狮子美的，都看我狮子美的。呀哩哟，呀哩哟，那首歌。呀哩哟，呀，那慢的嘞，慢的就像花丽道中之类的，慢慢的歌。可不可以唱个2句行吗？嘿。小康老师真的好厉害，真的是宝典哎！我操，这么年轻呢，还不到50岁，什么歌都会，太厉害了。他还没50吗？これ石の地蔵さん西へ行くのはこっちかへ黙っていてはわからない他に浮かんだ白い雲何やら悲しい旅の空愛しとのこの心の内は雲に大ききというのか孤女的愿望，这，哎呀，好厉害呢！花莲的朋友都懂。对，花莲朋友太幸福了。我们花莲的评审欣赏的公平。对，讲是非欣赏。对，谢谢。花莲的救世主啊，不救世，花莲女神。哎呀。用生個今日呢，也先耶穌歌嘅，其實我一直當喜歡羅文義嘅歌嘅啦。耶穌歌，因為當有代表性，就是它很有代表性。那尤其是節日的代表性。那天穿日呢，一直是我們的客家人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所以呢，以編曲嘅時節，耶穌歌曲嘅編曲嘅方式，它比較強勢。然後在前面的鋪陳上面啊，這些我覺得鬼曲嘅。鋪分整首歌的歌曲精神，我覺得我很開心。來看到那花蓮的朋友，我們花蓮的朋友可以做得這麼的棒，這是我自己都覺得很驕傲啊！我自己都覺得很驕傲。就是說，不過呢，可能如果說我要給永勝哥有什麼特別建議的話，因為在選歌還蠻重要的，原因是要配合你自己的聲線。因為我剛剛前提講編曲的部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它聲線，它屬於比較一種 pop music， 就是比較溫柔抒情歌。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擅長的，好抒情歌。不過呢，它在這裡面有表現的態度，它比較強勢一點點，所以在鋪陳上，主歌的部分跟副歌要有一點明顯的不一樣，要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這個部分呢，可能在歌曲的部分的音色，就是認識這首歌的感覺的話，可能第一個要先做的功課。好，那第二個呢，就會講，其實你的音色非常好，說實在我很喜歡啊，當喜歡啊，只是說在這裡面呢，前面的一個節奏的模式，可能你不常使用，所以在拍子、拍的部分，它會有點點小小的不穩定。
好，有点小小不稳定。然后因为鼓给你下的落点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变成说你气感掌控，你自己要掌控拍子的时候，变成你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模式。可是在这落点不清楚的状况之下，你就会开始出现摇动的状况。好，这个是第一个。再来就是的副歌，还有就是你的音准，在这里面出现的有一点点。副歌应该要给强势的，可是因为你擅长唱的是抒情歌，所以你有点带不上去，音准有点拉不到那个要的准位。可是第一次有点不太行，可是第二次就出来了，就还好，好就还好。再来就是我知道就还老，因为文言大哥哈，我都叫他宏基大哥啦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家大家有机会到花莲，一定要吃他家卖的鸡。超好吃，哎呦，超好吃。剩下的部分，刚刚还特别圈起来。我很喜欢你那个苏雅衰张夯，你在发那个雅的时候发的超标准的，非常棒。可是很多不是客家人发不太出来，发不太出来，发的超标准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利用拼音的方式去学你的客语，因为现在所有的网络学习其实并不这样的资源并不少。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好可能学习没有那么快，不过修正你的咬字方式，它绝对有绝对的帮助。好，我觉得在这1-2年下来，我一直不断的在致力所谓的拼音学客语，我发现它可以让想学客语的非客家人，他会学得更好。好，所以希望我在场的花莲朋友们能够可以试试看。OK， 加油！谢谢老师。好，来，欢迎他讲个分数。欢迎他狗用生嘅分数。61点分呢。宏基大哥枪死领先2点5分。对呀，哇，这个分数呀，这个有点危险，有点危险。高大哥，好，谢谢。先坐一下，搞不好等下不一定。万一后面不会，后面都很厉害。好了，先坐一下，好 ，OK， 好，谢谢，不好意思啊。好了，沙来，要不要停待来片子歌？好嘞，弹完了。一开始我觉得你还 hold 得住，你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有男生，你要一直追他，越跑越快，然后我想说去哪里？春分咯，牛
你是怎样？敢在原唱面前造次什么？你是知道今天陈伟儒老师有在现场，所以是吗？还是你喜欢这首歌？就刚好听到，然后就蛮喜欢的，就选。但我不知道他今天是评审，如果我知道就不会选。压力太大。但你刚刚没有压力大的感觉。对啊，如果你没选，可能我就没办法当评审。他是因为看那个来宾的歌单，看我们参赛者的歌单，然后挑评审这样。哦，没有啦，没有啦，乱唱。所以今天真的是很巧的一件事情。嘿啊，对，懂杜后啊，杜后，但他又会本的比以欣赏公平。对啊，我觉得他好会用麦克风，你是不是特别研究过声音的收法？可以吗？应该是有啦，但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你忘记，但你有一种身体的自然。对啊，有老师教过吗？还是什么？没有。应该是没有，就是可能以前去小时候比赛的时候，可能有老师讲过，那麦克风不要拿那么近。哦，我想起来了，爸爸有跟我讲说，麦克风，因为他说我声音出力很大，然后他希望我麦克风不要拿太近。对，就是他可能觉得我缺点太多了，拿远一点，缺点比较少。评审比较听不清楚。你刚刚是怎么觉得说他拿麦克风？因为几位唱给他嗓音，因为胎嘛，黑狗人里的嗓音要做一个那种比较遥远的声音的话，我们就要这样。咁咩调班挨在个录音室里边度，冲过的时间，因为我15米来，欣赏讲真嘅15米来，你就要用，因为录音室我们是得戴着耳机这样唱嘛，他就说你就这样对，跟嗓音就会听得这是一个方式啊，对，麦克风的话就是这样，或者是他刚会这样去收他的声音，他头会侧开。我去熊公，他是不是很会用麦克风啊？哦，这还是一个自然反应吧。对，比较偏自然，比较偏自然反应，就是那种很要拉长音的。那我误会了，还谁？我以为你那么专业。以前人家说这个唱歌最好是距离一个拳头。对啊，以前可以啊，越年轻啊，气足啊，现在越近越好，声音来出的来。KTV 歌手也是都会这样唱歌，他用保等冲过。对啊，他把关系的啦哈。好来，唱唱原冲，李欣赏，公平一下。素贤我要感谢那个乐手老师，让我有这个听到 live 的版本。吉他老师很用心这个音效。我在做亚种转型的时间，其实那个鼓是假的。那老师那个鼓是 loop， 所以打起来比较简单的。有吗？有比较简单吗？他切分在不太习惯的地方。你让我们乐手累了。对，但是难不倒我们小庄老师。庄老师没问题的。对。其实对我是个新的尝试用小调山歌来做较流行的感觉。所以其实没正确的没有正确答案不过伫尾度有一些老师的地方就是问答的问，英文唱问，还有温起吧，其他都懂标准啦，其他都很标准，因为这个咬字真的不容易。然后还有尖 up 唇 up 要闭嘴巴。对，就这两个地方啦。那因为真的要突然闪过，它是就是尖 up 唇爱是歌之类尖 up 唇咯，可能会 nice up 下去。有场时我会先 up 下来，就是就是这个咬跟闭就是有点对。你刚刚知道你从个懂。强怂，你的音域应该是比我还要高。他脸部很平静，然后，就是其实懂气氛，我觉得很喜欢。然后就是有做到这种氛围，然后就会讲麦克风黑暗用，就是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有场时会卡有距离，就有一点距离。这种距离是有时候是为了要多一点那个。高频的声音，声音会比较清亮。不过较近嘅，跟时间按用冲声音就
較多大音，大音甲老重音，而家音樂而家聲音會伴樂器實體。扎的，哦，難怪阿爺越嚟越強，因為他冇大音嘅。你看大音懂盤啊。所以因為你現大概半分嘅狗水，所以大概懂氣氛啊。我當然可能會私心比較覺得這首歌還蠻高分的。哦，佢真是從我懂後啊。係啊，其實也從我懂後，冇按鍵單來。陳碧也狗會冇好衝。冇好衝，真的冇好衝。係啊，可以多選，這樣我才有機會來評。對。加油加油！你看他的高頻多高啊，那個笑聲。對，你如果要多一點那個瑋儒老師的那個激情的動作，呲牙咧嘴的表情，對啊，搞不好我覺得快被我選完了，因為我聽過老師之乎所有歌。哦，對啊，我要繼續創作。對，你快被唱。你還沒唱過客家版原歌吧？好了，張瑋儒，麥克風這時候就要拿遠一點。好啦，看分數了哈，看下 EIBO 聽嘅分數。94點5。選手一號出現嘞。對，有機會了，有機會了。先做好，先做好。好嘞，殺人員兼備得嚟威猛。好嚟，彈下啦。春風來來去去，吐着花香。浮雲入入空空，看無見面容。多來也朦朧，一世也朦朧。但春花樣，空對夢。春雨停停落落，映濕天空。水點走走空空，流過樹枝旁。多來也匆匆，一世也匆匆。留下嘅痕跡，又會用伴奏。風天水的這相擁，像條無結困的歌曲，寒地了聽聽嘅蟲，也發落水嘅歌，了景色洶湧相衝，你敢有看到，衝動不是把情衝，相信一頓對燈籠。還記得說講過，風甜銀山依舊存，像條不說旁嘅戀曲，寒地了漫漫嘅son越發落水越高，就降了千言萬語，變作無奈何，還想用夢聲來告白。心與愛像信用遺忘，而遺忘。
我觉得很棒。会冲狗猛通用哎。但你今天是比较内敛式的唱法。对啊，而且你还有一个真假音转换。哎呦，今天这怎么样不一样呢？觊觎这个卫冕者的位置了。对呀。啊，为什么想要这样突破？啊，盲错歌嘛，哈，盲错歌。还盲优还盲优。优秀吗？优秀啊！根本是可以是啊，系冇尽力。对，你要真的要准备哦，对不对？然后衣服啊，什么服装都有啊，结果给他抽饮食就会给他朋友啊。对啊，嘿嘛，造型师是老婆嘛，上次有讲过，对啊。所以这个服装也是老婆搭配的，老婆姐姐出的意见。哦，姐姐为什么要听姐姐的？她比较中性一点。中性打扮。哦，她就会。告诉你怎么样穿更时尚就对了。所以姐姐是 tomboy 的还是什么？对。哦，真的。所以她现在还没有结婚吗？没有，还没有结婚。对，还有女朋友。有哦，很棒。哎，那你姐姐美感很好，很先进哎。很帅哦。几岁？你姐姐几岁？他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姐。小我1岁而已。哦。小你1岁，20几、30几。哎，我37了。哦，你问那么细要干嘛？也没有啊，就是觉得你要找他做造型。现在年轻人就是做自己啊。吃到粥给比个抽行动后。对了，所以他是做参考一下。没有，他走在潮流尖端。哦。哎，青豆一样用啊，从照片欣赏没黑啊。泽伟老师也是啊，他虽然不是造型师，可是他的造型都搭配得很好。我也是这样觉得，他都穿很帅。他每一集每一集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头发也常常不一样的。对。哦，冲太来了，抢费欣赏公平一下。Kimi，根本你前面那个 A 段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打中我的心，而且其实我感觉冲狗第一句第一个字是最难唱的。那第一句第一个字很成功，我就觉得非常就会那个稳定度整个就会很好。对，那我最喜欢的是给波尼，你第一段的 A 跟第二段的 A， 其实你有做层次的不同，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今天我也看到你的手不再这样子拘谨，你是有打开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啊。将来就是可以更多的去发现你的身体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延展。跟上你声音的延展性，我觉得绝对对你的唱歌有很大的帮助。对。那今天呢，我觉得你有一些问题，就是你的拍子还是有的时候会有，特别是比较慢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感。好，这个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多的去练习，让自己在比较慢的时候，如何能够就是哆来呀梦梦，希斯呀梦梦，这个地方怎么样能够稳稳的唱，不要稍微抢了一点，就会比较可惜。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后面有一个，过在希斯哟，这个地方一步一步的，你要让它有一步一步走的感觉，因为那一段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它在这一首歌里面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旋律，哒哒哩哒哒。做这样的诠释，它会让那个地方有更不一样，然后再回到最后一段，好，它的层次就会又更不同。好，但是我要不念在提醒哈，比赛到这个地方，其实每一拜全部都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把歌词要记好。好，你根本你有一点点唱错，你知吗？哇！好，有一点可惜，不然你的成绩，我觉得我一定会给你很多。但是，对你们走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歌词反复的练习，练习再练习。好，但是真的很不容易，我已经觉得你们很棒了。但是任何一个闪失都有可能会让你的成绩下来。这个就是轻打松，会不会轻打松？所以会比较可惜，就是唱一唱一个小破音的话，就算你的嗓子本来就是有嘶哑的部分，好，那个都可能一点点过去都还好，但是唱错词就真的比较可惜了。所以另外一个小调整，我觉得你的口型，我觉得口型还是可以再
对对对，不要刻意，但是可以在就是胸弓，你看胸弓发，你用弓发就是会糊糊，但是把嘴巴稍微就是清楚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会有更好的帮助。好，播你个建议。OK， 好，谢谢大家，加油加油啊！来看一下两个分数来。好，看一下袁建伟嘅分数。60分。应该是咧果子的梦就一个9.5分，可能就96分诶，就96，今日就有可能做容易。哎，对啊。哦，歌词董重优哦，听错记得。啊，机会还没到，时间还没到，好不好？啊，下个礼拜就靠你了啊。OK， 好的，安子生，安子生，好嘞，撒来，二小二帶來同花兒。好嘞，躺了。帶點強強行李，離開都市嘅人群，輕鬆來年出生氣，用來自由的亞比，離了嘅童話歸，空氣中甜甜蜜絲，愛身邊嘅黑有你，帶來味道讓我怕你，優雅嘅數風景。春天嘅消息，用鬆一束紅衣，你行中一面面嘅風景，漫山嘅童話兒，晚風吹來飄落滿天，將色埋咗水花圈，轉啊轉轉無停，漫山嘅童話兒，從一面紅慢慢。啦啦啦，漫山嘅童話兒，向你慢慢收益飄落滿天，將色埋咗水花圈，轉啊轉轉無停，慢等月光跳舞，用生命公益。哎呀，今天好可爱哦！谢谢啊，很紧张哎，这么紧张？因为在练的时候一直就我发现了，我听得出来我唱得快了。哦，真的哦，你弹得出来嘞？你不讲，你之前弹不出来吗？挑白弹不出来。哦，真的哦。然后但是练习应该是弹得出来嘞。哎呦，然后就想说要扭半音来后面一点点，所以今天想说，哎，他有没有就是我冲关系嘞？哦，他有点就是应该是自由比较 free 一点这样子，自由派唱。没有，我觉得他是今天想一直讲鲫鱼那个位置，所以新嘅机会来了嘛。对呀，哎，一个走了，新的局面。你看你之前做过几次？系啊，牙白，哎，上下2百，有没有筹都踢5管呀，踢6管嘞？他做很久哎。对啊，还算不错，有算做到了啊。有抽从一同厉害。永远的大老二那个有没有？顾秋婷。球艇机，他待那么久4-5年，从来没做过呢。有啦，有宋一哥算是特别邀请上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从某个球就转移了。很想他，真的太可爱了。人家狗路表现都进来给导演呢。希望大家节目啦，不爱去听更多的音乐。前一阵的一款给他舞台，他真的是 Queen on the stage， 做舞台看有人拿回一种感觉。我就很佩服做舞台剧的人。哦，真的，我比较佩服唱歌的人。可是你在剧里面也唱歌啊，也没冲狗啊。哦，算是歌唱舞台剧这样。没唔黑，他为了剧情的需要有一段歌唱的演出，所以他有唱，有唱。哎呦哇！
周一没懂例会哦，非常感动这个台下的观众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赶快听评审讲评，赶快让你坐上去之类的？好了，赶快听，赶快听，来，好来，赶快听。像赵宇先生，我说当精彩，所以讲我刚一开始看 TV 参赛上，我就讲透过的就是看一些歌星。当然因为所以啲啲研究的，对评审来讲，对我来讲，我会想。以前一開始嚟就舞台很用版型的唱歌的方式，我就想到，對耶，呢種歌型佢還是有唱到。跟比我當中看到，他以前是大炮，他現在變成什麼？他現在變拉炮。拉炮啊？那個拉炮，仙女的拉那個拉，為什麼？因為出去就是有花這樣。對，因為以前佢唱歌懂太講，他什麼歌都用那種很大的方式來唱，我哋要吃到你有糖欣賞誒，你有一些東西其實是很往內心走。特別那首歌曲，有一種少女感。我知道你有唱出那個少女感誒。我剛其實好像看到一些紙花，因為她就是少女啊。真嘅，我知道總好當好，我即個當戲份咧，譬如講用一輩子有比啊比咧，給你唱當好。我真的好像看到蝴蝶了。還有那個戴奈維都養過巴黎，我覺得你這句處理得非常好。當然這個啲。一開始啊，我覺得你還 hold 得住。你後來我不知道為什麼前面有男生，你要一直追他嘛，越跑越快，然後想說去哪裡？你那邊都那邊，其實前面都還好。我覺得黑某講的方案，吃到小看老師我推老你，我覺得算咬得住。一直都滿山給通發音那個啦啦啦那地方，哇！你趕到不知道高雄還是哪裡？唔過你這個有來轉來，我吃到爆米揾加分數的係最尾記。向書每村港音，我覺得那個尾音處理得太好了，我覺得可以當做這首歌的翻本。其他其實我冇乜該特別想愛糾正的地方，因為我知道你來挑戰俺嘅歌型，我知道除非對你一直以來，不管你上下幾多擺，也係講唱得種歌型，呢種歌型一定搞唔懂到事情。故所講，我冇扣你幾多嘅分數，因為我知道你唱出你自己嘅名氣。好，OK， 好了，也要做扣分數了。像目前呢，青果風音樂團，兩三馬啥這個抽上去啊。樂團，來，走埋啦，聽。樂團沒抽過咪哈？還網友，也網友抽過？沒有，網抽一百都冇。沒有。哦，還網友。哦，所以在這個同時，他進來的時機點比較不剛好。啊，對。在這個同時，就我們高大哥哈，就可能下個禮拜就下次有機會再來了。好，歡迎你回來，好不好？好 ，OK， 好，那我們的花蓮雞王還留着。洪基哥還在。對。好嘞。阿勇就來看李小一個分數。太好了，困難。去了500，嗌湯油啦，啱時冇嘛會講，湯出來，人家就以後啊，係講去了嘅，講去了就講去了啊，係啊，唔是，不用理我們，冇講貴語，華語，好冇？做公司嘅冇係講好嘞，阿勇就來看李小一個分數。恭喜小一！哇，是李信嘅避免戰，恭喜李小一踢一關，恭喜！也來到呢傳統組嘅火力爭霸賽，目前避免戰6關嘅幸福記，今年嘅 Lucky 7，挑戰第幾關？真係恭喜幸福記哈！幸福記也懂會衝啊，懂會衝啊！係啊，實至名歸。好嘞，嚟今場比賽之前嘅介紹呢評審欣賞來。歡迎常永興欣賞，李秋霞欣賞，陳生瓊欣賞，任明珠欣賞。
好了，马上这场比赛，有抢 TV 场的朋友。TV 首先演到了落山歌。来，躺下啦。山歌唱来。 还，看到声音就是很想鞠躬。对，为什么？我还没点，他好有威严哦。哦，好有威严。知道不会吗？你就好像大师一样。哎，嘿啊，又转哟，难得读的啊，按狗就会病还要狗胎。哎，他前面还有佛牌，哦，黑吧？干，你干咩佛牌？没佛牌啊？水晶。水晶啊，没佛牌啊，就是感觉是一个好像是学佛之人。哎，这种有道行，这么高大。那表现出来、唱出来的那个音域，你还蛮边上啊！哦，还蛮边上。其實是唔是啊？哦，黑嘛是唔是嘛？黑嘛，其實是唔是？哦，是唔是啊？所以忙邊上。還忙邊上啊！是唔是上多少呢？係啊，給嚇死你真的。係啊，嗓音那麼暗講啊，還忙邊上。哦。那如果你像唱張雨生的歌，你有辦法嗎？我不唱啊。為什麼？你不唱？應該啲罵啥係張雨生吧？我知道啊，可是。很少唱他的歌，也沒有唱過了，也沒唱過。唱過，對。我知道。來，你唱應該清楚的。我的未來不是。羅哥唱就有些唐戲了嘛，我還爽快。我以前可以，我以前真的可以。老了。哎。我綁鋼琴。你再試看看，試看啦。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啊！我不會唱啊，你唔會唱啊？唔會唱。對啊，唔怕。他很有個性。哎，都有個性。以後。好了，那這樣子，不然那個像高中經常嚟講比啊。後生阿哥吼，按後生都要對傳統的山歌。有興趣來創安尼相當好嘅事情，值得鼓勵啦吼。我看到佢個連歌詞都佢自家作嘅，也冇簡單嘅詞，佢講嘅詞咧佢自家，係冇？我簡單咯，佢自家寫呢。好，因為佢本身係個上行係等於網友邊上啊，邊上，因為佢創嘅也音色係呢。算以後啦，吼，落山歌按唱山歌做得，不過也個視張強演的時節，
可能伊无嘛晓得讲客的关系，也迄支讲河流的关系，我搞唔清楚。你去讲河流？河流人。好咯。好多年。哦，好多年，對，好多年，我真唔記得咧。冇見到。係啫。我都原則上佢創業28隻師徒方，我會建議佢嗬。談個什麼？我講談是嗬。談個是。客家山歌嘅客師客，但唔都專門唱客。跟冇唱客冇談哦嚇，獻佛獻，咩唱獻啊？咩冇？傳本子孫子，千萬年，呢樣都係比較難講嚇，下一擺愛讀段嘅詩愛。注意下嗬，注意咬詩一重要下，嗬，各位嘅乜嘢？我講唔似阿位初日嘅那個歌詞，我講客家山歌愛佛獻，客話冇安尼講嚇，我講獻來佛。哦，獻。因為那佛獻是另外一個樂器的名稱。哦。有一張樂器叫做佛獻哦。佛獻係一張。樂器嘅名稱，你講啊，我用古時人講啊，唱山歌我用獻佛，我用獻嚟來佛。唔係講啊，愛佛獻，寫歌詞有咩我去注意啊？就有常識，雖然你按嘅意思，我沒可能是你按嘅意思，但是你唱出來了愛佛獻，我會知道乖乖，好。加油啦！好，青島好滿意啲到啲，真厲害嘅好多人咧，有咩客家主題？同佢嘅先生係好嘅愛獻嘅嘛，兩人會彈天子劇，都自學呢，都自學厲害。好來，先看夾嘅分數來。看下趙星賢嘅分數。哎呦！分數做得咯，係啊，我做得，好了啊，什麼聲音 ？OK， 好，謝謝。也可以哈，哦，這麼有心，好吧，謝謝。他覺得滿頭大汗，總算問完了，等一下要叫我幹嘛？當然要很愛做嘛。好了，沙來蹦啊，風打來三個字。好了，等個啦。哎呦，亞芳子，亞芳子竟然幾工呀？60有啊！那你童年？
童年啊，同什么有讲过吼？系啊，记唔记得？记只唔记得事情。他应该可能还会问一百。问完几多岁咗嘛？提前老人痴呆症，对呀。事情挺多。挺多。跳冇注意身边的事物的。哦，系啊，有可能安尼。挖手机的会变哦。不会哈，不会，真的啊，唔发挺多嘞。对，我一天花木珠8块就开始发手机的时间大概10个小时。挺多嘞呀！这样会不会太多？当然挺多啊，你请有限的发4点钟。没有俺问记我记你啊，特殊的时间那个我们新什么也有了哈。那记得特殊的时间有乜个好搞神奇的事情？冇买好高的啊，图书。去个脚踏茶有冇？市场茶。市场茶。用白买好高。亲人的事吼，那个去到好高，该受那种僵硬。受僵硬，你顶哪去到哪？去到花莲市啊。吉安。山下改片啊。吉安迄个不多花莲市。高中的职业学校。哦，今日去救的。半点人钟的，差不多哦哟。这时间无茶还好错，我去市场茶去咱演。迄当，那种是吼轻模仿片呐。哦。你坐那个公车哦，给他一般转车。哎呦，对，去市场茶较夹啊，系啊。哦，较夹啊。有市场茶好计算以后了，没有？对嘛，系啊。应该差不多有40年左右。40年的，系啊。哦，这样子去市场茶当寒，冬天的时间，各种的时间哈。寒天的时间可能当寒。哦，个树温硬的了。跟有没有带树来的？有带，像像亲人。高中各种做重复吗？要做群呢？夏天的时候。夏天。热天没有去市场茶。夏天穿裙子啊。夏天穿裙子你也就这样骑啊？妈呀，那市场茶哦。你也安骑啊？关了呀！关了呀！男生就穿短裤啊。那这样子按你去市场茶没风光，哎呀，就会风大的时候就走光。对啊，裙子会飞起来。逆风哇！可能给两时好了，不要做这种音效。那他旁边应该很多男生会骑在旁边跟他。就疼得很凶哈，热天的时间。不是上学的时候。不能就懂好穷哈，那个要骑很久。哎呀，你骑这边，他风向往那边来嘛。裙子会。可能底部都会做短裤啊，有上次头摆骑个我都买做裙的，没会比起来。哎呦你飞起来，大家可能。我飞起来，我比起来就比起来啦，算你啦，一个冇影影性啊，就夹骑走就好了。好了这个也是突出的时间后高的事情，后高的记忆，算记得的事情，好了，总体来唐先生来讲评下咧。唱秋啊，欣赏。我方言嘅好多年咧客家嘅，客言啊，客言家已經講過年咯。你講會了係嘛？咁樣會了。你講會了，會了未做得啦。張家 NTV 3歲咋？好多年咧，佢都自家會作詞咧，冇簡單啦嚇。佢比。老友就講，而家48隻創作非常好，嘅上前腰呢，真好，冇內響，人嘅韻腳咪真好，嗬。自家是講，本語經驗是講，你哋盡量不後生嘅，是講客家話，嗬。嘅三個創作安好，專業藝術佬嘅後生人講客家話，呢就咁樣。希望嘅嗬繼續加油，嗬。嘅標準方面，即係很軟啲嘅，不見假貨，分數不見好，加油！好，謝謝，唱到好，上悠長，我哋看一下人分數啊，來看一下黃阿鵬嘅分數。好。又是3.5分。係啊，有分數同過，呢？冇問題啊。係咪？好，謝謝。今日一個耳環咧設計啊。去改啦，買啦，買哦，邊度上你節目買的嗎？好高啊，好高哦，哎，100塊而已，100塊啊，100塊看起來跟真的質感不錯，質感以後，嘿，這如果真的不得了哎，那個已經是大概
对啊，这真的是一栋房子了吧？可以点谱了吧？好了，什么冯子哈，也可以哈。松柏雷嘛，嘿，给安尼化妆师挺严个节。你张奎是来是啊，冯子刚张奎是来是会戴木匠，啊，有。戴木匠，本来戴木匠。对呀。还有来就吃到讲，可能他好爱用大牌。哎，佢双礼拜嘅睫毛冻床哦，定染冻床了，一礼拜要染较短的。吃眼，懂讲，哎，你发总懂用心，哎，给他带美好，给他带美好，懂讲了啊。哎，杀下來，陳里面帶來片板。來彈緊啦。里面太高，里面太高，你好，哎呀，真的，講緊東河嚇，要東河，冇問題啊，係啊，東河啊，係啊，你啊從過嘅個大家就公認嘅啊，係啊，對嘛，你啊個你哋花蓮咩大家公認嘅啊，係冇，係啊，所以就你是收啦，係啊。你唱歌要自信，係啊，對嗎？我從當熟了哈，係啊，冇從當熟嘛，沒有很自然啦哈，唔會啦，唔會你阿清好你啊，唔講佢了，唔怕，嗌湯油啦，嗌不是冇嘛會講，湯係出來，唔認講嗌就純講叫嘅嗌就好冇？好，唔怕，依家就。以後啊，係講去了嘅，講去了就講去了啊，係啊，唔是，不用理我們。唔好講國語，華語，好冇？你再講西天夢啊，台灣咁唔本來學一下，好冇？哦，做得啦。唔同我先生學一下好咧，嘅專門講去了。去了嘅真係非常嘅體座，非常嘅體座，真係。哦，裡面先生咩去讚啊？在法典做研修客家山歌文化嘅事情。對啊，就教學相長啦，講客家，教到互相安尼啦，互相安尼啦。我跳國家。我其實我唔要從三台跳啦。哦，本單唔要從遐。本來唔要，當唔要。我們有一個新上去就該拼讀專門教唱歌嘅唐山老師啊。哦，唐山老師。生病咧，當個出眾到全新嘛佢就生病嘛嗬。啊，就去花蓮台。去花蓮台，佢就他說他一個心願啊，一個心願講，我上來讓我專輯來到本
分到汤啊因。哦，搞法联给片给朋友。另外啲福利嘅歌又帮俾教啦。哦。啊教结果教了2年级才过信咧。哦。唐山老师也是对这客家传统的山歌，家己教讲台湾不卡嘛。那主张啊动好用这样子啦，爱了啦。他自己干嘛地啦？用汉白语让爱完成我的遗愿啦。万是爱想讲，爱教的爱歌语让爱后边让爱教的因啦，让爱但是。只有录音嘛，我中个平安你烫就得啦。哦，佢自家创嘅东西叫录音啦。佢咪要做专辑啊？叫做专辑，做专辑。所以我就要继续啦，加各位吼。标本太教堂。标本爱到该国有版的国有版的同事，我创啊啦。哦，你传承下意思做嘅。哦，咩？迄算一团。友情啊，来把这个好朋友的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好嘅东西传承下一样哦，没动有心呢，哦，吉村当好啊，呀，是我去到唱歌拢大家不卡，而且他节制哦，去切摸脚的呢。啊，真的哦。啊摸脚，我就爱做来八记。田去送伊了讲，我着医了啊。哦，其实都带很乜嘅问题咯哈。他糖尿病截肢啊，糖尿病啊，就叫佢切啊。哎，我研究我糖尿病哈，奇怪。真多啊。斯文文呢，哇，然后就是讲话也温文儒雅。哎呀，我司机啊。佢讲跳过去做中视、华视、台视，佢要做节目啊。对，咩出多同救诶。成就咧。咩？哎呀，这个痛失英才啊！哎呀。之前有给他作品嘛？还有其他嘅乡亲朋友做糖嘅多，哈。好了，重睇咧哈，安强美神唱线上的讲评，讲评一下。蛮讲评以前，昨天冯他们先是讲，语言的问题哈。我哋客家语言目前呢是四海太平安嘛。我概念呢是概念咩？我族群之间、言语之间。我哋互相来学习，互相来沟通，因为语言系交通系桥梁，学会些啊，我们要讲语言啊，桥梁啊，来交通做。3年是讲评哈，请你们欣赏哈，我做了作品是叫评语当道白嘅过程。我一直认为讲，你嘅三个见来见吼，按腔人各方面。要見來見進步見，當好嘅現象。咁我喺今日聽唱歌啊，你為了口號，當誠心、當誠意，老實實嚟唱。我哋講嘅拋啊屈勢嘅冒出來嚇，個代人喺度做長嘅。其實你呢度三個辦人各方面全部當好，我為咗俾一點建議，你係講咧修正嘢。可能你三個會很好，因為人心了是人的人心嘛，各代人係啦，你就唱就你聽唱人心偏任過，後面你是真強些，是為冇安人，你再去看啦，是了為所加強下，因為當好嘅成績啦嚇，好，什麼，來看一下你嘅分數。好，看一下陳里面嘅分數。3.5分。就是3.5分。哇，幫自評分咯。恭喜啊！留下來冇問題啊！繼續加油啊！哈，謝謝哈。嚟，撒下來。再來牛亭帶來落山歌。好嚟，彈緊啦。蘇花公路我都常去試啊！怎麼會試蘇花公路？因為我冇啲嘅讀書啊。花蓮哦，係花蓮嗰邊讀書哦。哦，所以嘅讀。哎，你老公是這樣子？藝術啦。啊，你老公在做乜嘅？旁邊水木。我做從一個嘅董事長。哦，董事長。出門咗個藝在佢啊。哦，自己董事長，你也給他司機就錯嘅。董事長叫乜嘢呢？
家中自体烟头开戏，一撒东讲的挺记好，哎，谢谢。有没有发种风是冇？哦，你用特别讲吉讲哦，你冇学弄吉他。有啊有啊，有吗？都有注意到啊，有注意到。系冇上礼拜咩眼看到啊？哦，系啊。系冇，天气根本注意，系冇注意，对。哎，都冇看到，佢根本演嘢颜色冇强。哦，因为你之前就冇安尼学弄吉啊。因为佢根本一种，他讲，系啊，根本一种。很特别，你有知道你今天？有搭配，根本做散服，书画都很厉害。嘿，是，对，他把你画得很漂亮。是，你喜欢吗？喜欢。哦，年轻的18岁啊，你啊，我觉得有20岁。关一球，关一球。哎呦，我们已活过一家子了，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全部都赌钩就抽嘞，也没有啦。其实我爱磨麻心那种的东西，其实爱磨心啦。不过你心关都心中有佛，要敬畏他，敬畏他，哎，从万物皆有啦，对，因为从以前我生意呢，细家我老大以前爱做姜铁生意过后，爱做我家用人爱吐，爱做双类特别，我生意做按不条当好叫，应叫谁都是，这样几个月而已啦，可以让你也听听哦，几个月而已，对，小孩子本来就会哭啊，可是有的会懂好吐呢，某一天，老人家都吃到讲有触强度，啊，做爱专业啊，其实讲做很爱讲离美方山东美方苏强，苏强嘅美方，我意思讲。那样吼，我哋也不卡嘅检房旁边的沙土搬走，检房旁边嘅沙土，嘿，诺贝嘅诺贝沙条，嘿，沙条搬走，用本嘅意思讲生意会砸到就会吵闹，嘿，砸到会痛样啊，吃到冇爽快，还是冇不舒，可能这旁边有东西啊，样到去，风水啊呢，啊，你话做专业呢，专业做应勤，我卡做那有嘛个太沙土咯，我赌哦，唔免我卡诺贝，诺贝哦，诺贝。结果喺移民喺乡下旁边，最有嘅抽水马达，思田嘅灌储降水啊，用水钳起来，係嘛？打开嚟看，底部真是有只菜沙菇。诺贝全冇啊，诺贝全冇。嘿，啊个沙菇板走，做好咧，做好呀，真的，做好土嘅啊，係啊，做好。真的做好。啊，剛剛就講還好土嘅。懂厲害呢。哎呦。很神奇呀，很靈驗呢。哎呦，所以什麼樣我點啊？而家無顯有我甲看嘛，冇啦。技神無顯有我甲看。冇。就講嘅太沙條雜多。啊，做因為嘅附近嘅做，迄個生意有嘛，做迄個就是有一點小山啊，
庙方的，咱们来收金的啦。山东青岛公庙啊，公庙啊，最咱事件的啊。无想到，你若要看出看无杀骨，像我那有杀骨，真是注意啊。哎呦，空一楼没看得到。好了，让欣赏公平啊，唱民族欣赏。民风朴实，客家庄，哈，佮唔是特别强调冲到暗吃的，哈，因为伊本身也无笑容啦，哈，所以唱正经嘞，冲到暗一句按当认真都个唱啦，哈，再来最尾一句镜头开戏，又咩平安对，一只诗，咬奶来唱，哈。可能用别人嘴巧，唱比下就润脚的会较强，吼。所以讲，你喊你用别人来敲，本记吼润脚又较强的会，唔会讲平来。韩国笑容要当冲着，唔要起唔讲一路笑到尾。跟你讲，笑嘻嘻用唱歌就没法度啊。但是你面容喊你挺紧张的样式，本人一看就看得出你。紧张冇自然，不讨喜啦，对，这笑容是很重要，笑容啊，青春了，本人看那都当讨喜，当欢喜，容易，你啊，让本人来改进，继续努力。好，什么欣赏？笑也不是，就做个。对，两难哦，我听听个歌嘅故事感情戏，你喜欢？好了，看一下哪个分数来？看一下牛天嘅分数。好。沈默先生，24分咯，目前嘅9分咯，等他下台來咯。哇，今日發到按獎分數要按過啊，真係，你個可能生命有保佑啊。哦，什麼天氣休息啦？好來，沙來係興奮劑帶來平板。來，等下啦。你好哈！美面炸哈！美面炸，两位主持人好。哎呀，美面，没视察嘛？喂啊！內邊水都視察落啊！即刻視察來。冇啊！你乜再來安好啊？冇啦，睇鐵追危來。哦，坐火車車邊那個高來。所以唔好安尼視察靠到加州時代啊，是叫嘅。40年咯。40年了，你幾歲也算以後了哦。有發生過乜嘅事情嗎？發生應該冇，安全駕駛。安全下裝。安全下裝，也坐車真安全。視察會注意嘅交通。
苏花公路我都常去试啊。怎么会试苏花公路？因为我冇啲嘅讀書啊。花蓮哦，係花蓮嗰邊讀書哦。哦，兩個嘅讀。哦，兩個慈濟啊？唔係，一個花蓮師院。哦，花蓮師院啦。哦，花蓮師院。他們變做東華大學。歸到東華大學用嘅。係啊，高有台河都搞國小嘅。所以特別細年咧，去花蓮讀書嘅時間，你就視察追佢啊。誒，要摘東西啊。哦。摘皮了掉啦，家下天路唔要穿太台。對。辦義好高嘅時間啦。基隆是有個呢國道3號嘛。唔係國道3啊，雪水啊，網遊雪水啊，佢行個9萬18塊。哦，佢東橋呢？哎呀，佢係咪試過啊？哦，要9萬18塊，又再行蘇花公路去到花蓮啦呢。哦，唔知記得要按7家轉來，13年4轉來。係啊，7家轉。哇！你老公是這樣子？礙事啦。你老公在做乜嘅？旁邊水木，我做從一個幾董事長咩？哦，董事長。出門做捱在佢啊。哦，自己董事長，你也給他司機就出來。董事長叫咩意呢？能者多勞啦。哦，能者多勞啦。好啦，沒辛苦哦，沒有經過一團。唔會啦，有咩方便啊？對。愛意呢就意呢。對。好，來，從頭嚟講高中先生公平哈。新聞是今日創業平板，而創來親相當嘅問題啦。加個飲食也以後，各位所有嘅專業各方面、老師各方面都相當嘅順啦嗬。我今日嘅創嘅也有一隻詩啊嗬，係做得比較較加油嘅為主。比個萬歲歲事，也去談下一隻詩做得再個進步啦，其他做這樣嘅冇乜嘅淘汰問題啦，加油！好，什麼先生？哦，這邊有歌曲館，來，唱一下呢。好的，來哈。歡迎翻返，特別順利的。聲演迄個新聞節裡面成功嘅話，就會根本就會轉移咧，係嘛？對呀，叫聲衣服咧，哎呀哈，聲演就如果今天順利過關的話，你今天分數是最低的，清代，所以可能就是要下一次有機會再過來了。再回來咯，你下次會不會就變身了？好，哎呀，啊，繼續練習好不好？多練幾首歌啊！哈，要不然趕快去報名戲曲學院，好吧？一個演。好 ，OK。哦，什麼呢？哈，安樣就看下來看主新婦嘅分數。大風吹啊吹，青春年華逝啊逝。大牛哥也是看我長大的。我哪一個節目我有？因為我是美猴王。我是美猴哦。那時候很久。好像做一季就沒了。哦，應該不是我去的問題。絕對不是，絕對不可能。多多少少吧。就看下來看主新婦嘅分數。好嘞。恭喜生，恭喜新婦節美面成功。哎呀，恭喜！搶登上嘅你嘅美面炸爆米，目前係第7關，恭喜新婦節。老年音樂會，哎，今日嘅節目有搶到一位啊！哈，雖然佢唔係客家人，啊，唔係客家子弟，但是佢從細佢就有好唱歌嘅靈魂啊！哎，啊，係3歲開始唱歌呢，這不天才神童？還有，那就是李千娜嘛。我記得有聽過那個莫扎特有3歲就開始音樂啟蒙這種事情，是唔是在超級逢人榜哎？超級逢人榜，我講話都打結了，藝術館呢？另外的藝術館呢？歌唱比賽，歌藝術館。係啊。
啊，这动力会呢，好多可以给他比赛，不简单的。真的唱到好，我相信啊，这个歌曲啊，哈，今日介绍完大家以後，啊，我相信大家一天會開始學夾歌嘅。冇錯，今日發行佢嘅清醒嘅體重嘅轉勢咧，好多歌嘅轉勢。節目地部度介紹完大家。對對，按等下哈，先聽佢唱歌，等下好訪問佢啊。好，來歡迎阿 V 吳美玲，來彈我啦。千山萬水，我看爬去山頂，一陣風向吹來，引阮就似滿目是相思，沿路看路遙憔悴，苦苦盼着。落水池，看人家燈火閃閃，阮的歸宿佇叨位？大風吹啊吹，青春年華逝啊逝，無情歲月送阮頭毛白，溪水帶走紅花，嘛要交美麗，山河生命的大風吹落地。情歲月送阮頭毛白，溪水帶走紅花，嘛要交美麗，山河生命的大風吹落地。情歲月送阮頭毛白，溪水帶走紅花，嘛要交美麗，山河生命的大風吹落地。姐好，欢迎美玲，真的啊，欢迎！这个真的不愧是这个超级红人榜，是不是又对嘴？哦，没有，对啊，这个完全是行走的 CD 嘛，自己给他起到现在。对啊，哎，你唱歌真的好细腻哎，然后你的那个声音的音质表现，他又不是说像很多台语歌手都是吹到底穷哎，你又不是，你还有带那种气声，对。
然后勾人很美，哎呦，难怪是细节做主，20关的关主，真的太棒了。其实呢，我小时候也就遇过大牛哥，大牛哥小时候遇过？对啊，我以前在你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你就看我，所以大牛哥也是看我长大的。我哪一个节目我有？因为我是美猴王。我是美猴王哦。那时候很久，那时候我大概才。小6，好像做一季就没了。哦，应该不是我去的问题，绝对不是，绝对不可能。多多少少吧。不要，先不要，先不要。人家3岁就唱歌了。对哦，难怪。人家制作人吓到说之后不要来的。是。这张是第1张专辑，对不对？没错。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是，这个台语专辑的。对，后来发专辑。后因为刚刚讲到从3岁到5岁，到我比赛时期，那时候15岁过关，到今年已经23岁，终于在今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圆梦》。15岁那个时候是参加超级红人吧？对，那时候15岁过关，但是那时候还在15岁就过关了，还在读书，然后你等到你念书毕业了，对，就没有机会。那时候还没有人找你出专辑吗？还是认为你那时候年纪还小？应该是年纪还小，而且呢，我觉得专辑这件事情呢，因为代表我人生的第1张名片，所以呢，我做好最好的准备，在今年呢发行给大家。你后来念书是不是也念相关科系？其实没有没有啊。我原本毕业完要读高中的时候啊，我原本想要读华冈艺校。OK。结果很多这个名人都是华艺出来的。对。对我那时候身边的所有老师，像国华老师啊、子红老师啊、姚文老师啊，还是亮哥，都说。先不要，我说为什么？就是我很喜欢唱歌，我喜欢表演。对，我应该读相关科系，对不对？你讲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希望我多出去闯荡，走走，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对，这些老师。都是经验之谈，对啊，因为他们都不是那个系统出来的。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出去走走看看各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你对于你演唱的那个方式、演绎上也会有不一样。歌唱部分他已经没话说了，懂力会的呀，谁就做拿豆，生命经验的累积，对啊，艺术馆的 V 面啊，然后你可以去学点其他的东西，没错。万一这个有朝一日。不就是走投无路之时？对啊，人很难说啊。但是没有，说明他其他的技能更增强他歌唱的技能。对啊，所以你叙说歌曲的故事性更厉害。是，后来你是去读什么学？我读室内设计，学画画，对，设计的，这是不是自己设计的？里面还有猫咪，还有猫脚。其实没有，这是公司的一个惊喜，给我的惊喜。其实，在专辑当中呢，不光只是说设计上面，就是有我的可爱的小猫咪，上面有猫咪，对，我的 Hockey 以外呢，其实，在专辑，因为我猫咪叫 Hockey， 然后 Hockey 来，多好听啊，这样子。而且呢，在里面呢，还有请了2位哥哥跟我一起合作，一位是我的师兄，现在当红的碧笋的原主唱曾伟忠，对，没错，曾伟忠在大20岁唱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公司没错，就是碧笋师兄跟我合唱《不爱帮我耍》，就是我帮我耍，对，刚好在第3首也是主打歌，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好战友、好哥哥陈梦贤，哎呦，全球巨星，没错，他也是真的很可爱的一个，对，而且里面制作人也厉害啊，对啊，制作人还是金曲制作人3秒老师，3秒，沙贝尔，他只有3秒啊，对，他3秒就做好音乐了，是不是很厉害？对，跟他一样3岁会唱歌，是，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英文名字叫 Samuel。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记得好像是。那下次我来问他一下。就跟我一样 ，Daniel 一样，大牛，差不多的意思。哎呦，他好基嘛，对不对？我们又比较接地气。对。我们客家乡亲很多歌唱班啊，歌唱班他们现在学。高中蛮出的客家歌也没有联系啊。客家歌已经学到都会了啊，所以老师们都全部都在教台语歌。对。其实都会教，因为有些长辈他们其实也很喜欢河洛语。是。所以像之前那个什么豪记的歌啊，或什么的，全部都在我们客家
这个歌唱班都在学，国有班的欣赏度会高。而且我发现，像之前珊姐有来嘛，黎明珊姐，哇，点阅率都超高，代表我们观众朋友呢一直很喜欢，其实很喜欢听我们火肉味款。哦，你有看 YouTube 的？有，他有上我们这一段的，对，点阅率算高的，很高。他在唱他自己歌曲的时候，哇，那一次好像有在唱金啊，对，粉红超跑的时候，那谢谢妈祖保佑，对，白沙屯妈祖，谢谢你。所以呢，今天呢，难得来到我们哈嘎天师团，对，所以你有为我们乡亲准备客家歌，因为觉得说你们台语歌手怎么会想说要来我们这个客家歌的这个？其实有平台交流是非常好的，是很好，而且我们真的观众朋友不只会唱客家歌，是，他台语歌也会唱啊，火肉歌也没播呀，但是今天呢，我要来献丑一下，我要来尝试一下我不擅长的客家语，没错，而且呢，算是我第2次尝试，第一次是唱大牛哥的《谁会安家》，所以其实不是这首歌，不是，因为呢，我们经纪人说不能唱这么简单的歌，太 low 了，不是太 low，是已经变成是国歌了，适合你啊，要唱歌之前，先用客家话先介绍自己一下来，可以吗？太卡好，我是唔命令的是，没有的是日本，我是唔命令，哎呀，我带了一条狗哎，我带了一条狗哎。安呀哈，爱带来一条狗诶，安多半夜到天光，听下来弹看啊，好来弹看啦，这句我听得懂。就没办法帮忙离下多眼风，敢
唱歌的哈，什么语言的歌词难不倒他。语言不是重点，重点是会唱。会唱歌，是啊，又甜甜的。对啊，好甜的声音。他刚唱那个夜公公，刚修才郎，哇，胖吗？忙叔叔。对啊，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这种声音。声音，我连我儿时都没有童音。你小时候讲话就这样？当然没有啊，那恐怖。其实今天来真的很紧张，而且刚刚呢来的时候彩排完哇，我们制作人还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帮我调整过。哦，你知重音哦。对，他是借故教你。哎，是吗？对平常别的歌手来他才男的他才不理你。原来是特别照顾，对不对？谢谢，今天真的很紧张啊！如果唱得不好呢，要麻烦观众前面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包容，从的以后。其实最主要是要有这个诚意，对啊，因为来客家这些人，又冲啊哈嘎沟啊，对啊，他们看了就会很开心。你哈嘎兄亲妹弟，我们客家朋友也知道，我们乡亲朋友也知道，其实不是客家人的人，他们要学客语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像刚那个哦那个音那个，我说平常我们不会讲到这种音，所以当时爱呀，或者是什么修菜龙这种，刚刚平常我们不会讲到这个音，而且是制作人跟我讲完才发现，原来是有这个。你是本来唱什么修才龙，就是很白话这样子，看到才字这样子就唱的才这样。OK， 所以这个困难吗？应该还好吧。还可以，希望呢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来挑战一下。当然没问题，再让我们制作人教你。是。你这一次来宣传几首歌？这一次呢，一首刚大风当然不过瘾，当然还要再多一首。这首歌曲呢是要送给我们可能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呢，有在经历感情问题的。感情。这首歌曲叫做《趁早》，它是台语版的《趁早》，但是不是张宇那个版本的，是全新的版本。但情感上也是有差不多的意思。对，就是要告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如果正在经历感情问题，如果呢，觉得不适合，或者是说，正在觉得好像可以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内耗自己，对，好好的爱自己。没错。虽然说平常呢，可能觉得单身一个人孤单，但是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享受很多的事情。没错。就趁早做个了结啦。对，没错没错。不适合的不要没错，趁早，好不好？没问题。来听这一首歌，这首新专辑《圆梦》里面的客家乡亲又有歌的好唱啊！来，听下条趁早啊来。情的
我孤影一人看着无情的黄昏。趁早倒爬咱的情困，趁早来治疗满腹的伤痕。为怎样？为怎样？你一再控制我的命运。应该爱趁早看透咱的缘分，趁早来解除往昔的忧闷。不知影，不知影你敢要了解阮目屎的心酸。趁早倒爬咱的情分，趁早来治疗满腹的伤痕。为怎样？为怎样？你一再控制我。